民眾抽呢央視嗰啲女主播啲水。其實真係佢唔係好多人啫嘛，但係好勇悍喎，真係破壞力好大。係好 Q 難打喎，因為佢其實因為台灣有好多人就多過軍噶嘛，呢個真係好危險啊！呢個即係希望呢件事唯一正面啲嘅嘢就係令到大陸即係 convince 到佢哋即係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唔係一個好嘅辦法咯。好兇狠啊！不過即係我覺得陳雲林呢一個都幾得體呢次，其實係即係已經係冇咁樣板㗎啦。同以前嗰啲嘴臉教完係真係呢一個講真都係樣板嗰啲嘢㗎，即係呢一個係。而家今次唔敢講啲咁嘅嘢㗎，去到根本真係驚刺激起啲有走唔到路。張銘清係咪其實都幾克制？阿張銘清即係俾人控低咗個，係咪都幾克制？唔係即係我唔係話佢哋克唔克制，佢知道咧佢克制㗎啦。呢個等於係論相如，即係入神庭㗎啦。即係呢一個係，但係即係講嘅嘢。唔係嗰種即係話，我哋又中華民族啊，又點樣大家係一個統一啊，即係講我哋民族感情啊。你講你咪俾人打，你話係咪先？一定要一統一啦！你哋即係唔會再講呢咁樣板嘅嘢咯，起碼係。咁啊，其中個焦點大家都一嚟就唔講政治啦，即係咁樣啊。咁其中嘅大家嘅焦點都想睇一睇陳雲林有冇叫阿馬英九做總統啦。係咁諗一個方法出嚟就唔出聲啊嘛，即係呢一個。呢個係聰明嘅，呢個真係等於度咗好耐啦嘛。係啊，即係個周恩來講話，即係當日 Kissinger 寫出嚟噶嘛嗰句嘢，即係佢都好佩服啊嘛，就係點樣描述呢個即係尼克遜去嗰段點樣描述兩岸關係。嘅嗰句説話就係佢話真係才智 Kissinger 就係兩岸嘅中國人都係認為只係得一個中國，對於呢一點我哋係冇異議嘅。係咪好得體啫？而家嗰啲個唔出聲嘅方法係個反應嗰方面，即係台灣嗰啲民眾係咪又大咗少少咧？比你想象之中，唔係係一小撮嘅死硬分子嘅喎，其實即係深綠嗰班係啊，唔係好多人嘅喎，今次去唔係好多人嘅喎，即係去到咁強烈嘅，即係我諗，即係佢經營咗咁耐民進黨，即係其實即係我都話啦，即係中國人，即係我哋要佩服美國人肯選奧巴馬做總統咯，即係香港普選你睇下，即係咁樣。如果香港普選，佢一定包你個上海人選唔到啫。你到時係發動廣東人啲情緒，個上海佬一定選唔到。你冇講話用呢個比喻嘅，因為呢個有個董建華呢個反面教材嘛，所以上海佬做特首係要基本好味咯。係啊。其實相比於佢哋反馬英，即係反馬英九同反陳雲林嚟講咧，基本上係依家大家焦點係集中喺馬英九嗰度咯。反而陳雲林就比較少啲，因為始終佢都係即係救台灣經濟嘅源頭活水，始終喺大陸，大家係不能否認嘅事實。咁反而佢哋就係覺得將個焦點會放多啲喺佢哋自己嘅領導人。主要係即係話馬英九矮化咗台灣，即係呢一個獨立主權國嘅地位，即係想攻擊馬英九，即係咁樣。但係馬英九今次嘅表現都幾好啊，即係咁樣。係啊，特登之前發表個聲明就話唔會放棄台灣嘅主權性，甚至係好強硬，甚至係過硬地講台灣係一個主權獨立嘅國家，中華民國係咯。不過即係呢一個唔係 at least，即係我都唔知道，即係民進黨嗰啲人點諗咯。其實大家最好就簽一個互不即係20年唔動武嘅協議，即係佢保證唔獨立咯。即係對中國人嚟講，最好就係咁樣咯。喂，因為真係好危險㗎，台灣而家大陸發展一種近年先發展一種新嘅火箭炮咧，係可以打400公里嘅，即係彈嗰啲好平嘅啫，因為彈如雨下㗎，到時呢一個係好 Q 平嘅啫，火箭炮係即係咁樣。不過即係如果係咁即係集束火箭嘅話，就會造成好大嘅平民死傷咯。係啊，因為唔準嘅，即係打到300米嘅，即係比起呢個導彈嚟講，個準確度爭好遠，但係就好平啊嘛，就彈如雨下㗎嘛，即係咁樣打上嚟真係。所以呢一個我即係
其實我哋而家進入一個時代，世界進入咗個時代，就係呢個湯恩比講嘅。我哋而家建立緊個 Universal Church 同 Universal Empire。每次咁樣都係因為戰爭太過慘烈，啲人咧就已經厭棄咗戰爭。即係喺呢個20世紀，即係人類係厭棄咗戰爭，因為第一次性第二次世界大戰同埋第三次世界大戰嘅危機嘅威脅之下，而家大家咧都係即係基本上成個地球嘅人咧就陸續步向反戰，咁所以先建立想建立一個 universal 嘅全世界嘅經濟秩序嘅秩序，呢個係一個 universal empire 嚟噶嘛。不過 universal empire 就係即係以美國為首都啫嘛。然後建立一個 universal church 呢啲嘢咧，就包括咗即係自由經濟啊、民主啊呢啲人權啊呢啲咁樣嘅嘢啫嘛。其實真係有個 universal church 嘅，嗰個叫做足球啦。呢個都幾好嘅，即係可以俾多個空間大家可能比較下。咪呢個就係即係足球，其實就係第二種嘅宣泄方法嚟嘅啫嘛，即係咁樣係。奧運有冇少少呢個角色？係啊，好多嘢，好多嘢啦。其實我哋嘅所謂嘅即係地球村，其實就係走向一個咁樣嘅大統一啫嘛。咁啊，譬如其實好似學生會裏邊，你可能同嗰間宿舍鬥嚟鬥去，咁你都係局限於喺運動嗰方面，咁就唔好打交啫嘛，即係咁樣。宣泄喺嗰個位度，咁就會好少少。係咯，咁啊，講多少少奧巴馬嗰邊啦，即係奧巴馬即係贏咁多，又係咪出乎你意料之外咧？唔係啊 ，popular vote 唔係贏好多嘅啫，唔係好多嘅啫。popular vote 唔係贏好多嘅啫，係贏幾個 percent 嘅啫，2-3個 percent 嘅啫。咁其實到最後嚟講，有一部分白人咧，都白人仲係55%投McCain㗎。但係佢嗰邊執得犀利啊嘛！佢喺少數族裔嗰啲係去到把剩㗎嘛，後生即係呢個年輕人嗰度有後生人都會冚死你啊嘛，即係咁樣啦。連本身你都知道啦，華人咧係唔係好投票噶嘛？你睇香港啲投票率都知啦，但係佢哋都好肯去投票，即係睇翻唐人街嗰啲都唔錯。不過最感動咧，其實即係睇翻咧佢嗰個勝利宣言咧。即係當然，我哋冇辦法可以親身咁樣感染，即係聽下奧巴馬嗰個演講。但係你見到台下嗰啲市民真係喊晒，見到女仔嗰啲見到真係好似見到劉德華咁樣嘅喎。咁係啊，即係嗰種渲染力係咪好強？唔係我真係覺得意大利總理咧係又 racist 嚟嘅。你知唔知佢講句乜嘢？講啲咩？人哋問嘅奧巴馬點咧？佢話 He is handsome and tanned。我話呢個嘢真係背下，聽咗即係唔係新聽，佢係黑啊嘛，即係你其實就影射佢係黑，你知唔知啊？佢黑人。不過佢講錯嘢都唔係第一次。佢前幾排話其實係隱藏嘅 racist 嚟㗎，呢句説話其實係你咩意思啫？你話佢聽你解釋嘅咧。咁我休息一陣啦，即係啲聽眾諗下代表咩咧？